大家好，我係 Dr. Joyce 周麗如醫生。我喺城大動物醫療中心擔任內科專科醫生。我喺香港長大，之後去咗澳洲悉尼讀書同埋完成專科訓練。過去嗰3年，我一直為香港嘅小動物提供內科服務。好多主人未必清楚內科醫生究竟做啲乜。簡單嚟講，我哋專門診斷同醫治一啲複雜嘅內科疾病，例如肝腎問題、內分泌失調、腸胃疾病或者呼吸道系統毛病。如果寵物有奇難雜症，一直未揾到病因，我哋亦都會為主人建議進一步嘅檢查同埋診斷方向。我哋內科同其他部門，例如神經科、重症急症部、影像專科同埋心臟科等等，都會有好密切嘅合作。透過跨專科協作，我哋可以為每隻動物制定最全面嘅治療方案，提供最好嘅護理。當你帶寵物嚟到內科部門，我哋會首先花時間深入了解病人嘅狀況，包括目前嘅病情、食緊嘅藥物，以及日常喺屋企嘅生活習慣。我嘅目標係同主人一齊充分了解寵物嘅健康狀況，共同作出最合適嘅治療方案，從而提升寵物嘅生活質素，並幫助長期病患得到更好嘅管理同照顧，等每隻動物都可以活得更加舒服同埋健康。